喺聖經裏面咧，仲有好多其他非常之準確同埋詳細嘅預言㗎。不過喺呢度咧，我就講一個比較有趣嘅預言，就係喺啟示錄9章18節嗰度講到咧，就有噴出嚟嘅火同埋煙同埋硫磺咧，就會將人嘅1/3殺死嘅。咁硫磺普通燒嘅時候係唔會有咁大嘅殺傷力，可以將人嘅1/3燒死嘅。但係喺耶穌之後1000年呢，中國人就發明咗火藥，後來咧西方就將佢發展成為炸藥。咁咧個殺傷力係非常之大嘅。但喺聖經嘅時候係根本冇呢樣嘢存在，但係聖經已經講定將來咧係會有啲武器。咁炸藥係含有硫磺，同埋咧佢係有火同埋有煙嘅。但係呢個預言最後一部分呢，就係殺死人嘅1/3係未曾應驗嘅。咁呢個係聖經講到世界末期嘅時候呢，係會有好多嘅戰爭，同埋有世界最後一場嘅大戰嘅。咁喺嗰個時候呢，呢個預言就會應驗噶啦。其實我哋淨係睇聖經嘅預言，佢哋咁詳細同埋準確，我哋已經知道聖經係真神嘅說話。當我初信嘅時候，我就睇到聖經嘅預言呢，我就睇到佢係咁真嘅時候呢，我已經係全心信靠耶穌嘅。咁都希望你睇得到神嘅真實性嘅時候，你真係接受全能嘅真神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。